贝多利奈米光触媒水泥漆，采用奈米技术释放负氧离子，荣获 ISO 奈米绿建材标章，防污、抗菌、除臭、分解甲醛，带您回到自然纯净的家园。贝多利奈米光触媒水泥漆。贝多利奈米光触媒水泥漆，采用奈米技术释放负氧离子，荣获 ISO 奈米绿建材标章，防污、抗菌、除臭、分解甲醛，带您回到自然纯净的家园。贝多利奈米光触媒水泥漆。